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7，诗篇119篇27节安尼讲：求你予我明白你教示的路，我就真正想你的奇事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真正想你奇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创造天，甲天开，你造地，甲地上的万物，将开赐予世间人，赐性命，予伫地上伫生活的人。主啊，你调阮来实践公义，你有牵阮的手保守阮，你甲阮定契约，要予阮成做你的妻用，伫人的中间来应现你。主啊，阮的性命是你所创造，阮的一生拢在伫你的手，阮的每一个心思意念，阮袂捌予人知的念头，你早早就拢监察。主啊，你有大气力，你的智慧无穷尽，求你予阮明白你教示的路，阮就真正想你的奇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